今次喺行政長官嗰個服務獎狀裏面嚟講，我覺得唔係我一個人，係學校帶俾我認識唔同嘅朋友，而我繼續可以用我自己嘅所長，或者配合大家一齊去令到個社會係更加和諧同美好。誰都可盼望，只要找對地方，誰都可盼望，讓我熱情依然未乾，成敗都可似擦波，從來沒一場答案，一雙手只要握成拳頭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極蒼白，拒絕疲累。追不到也得追，成就像渺小的壯舉，一雙手可以不同人還去對，這世界絕情又刻薄，照樣無懼，但要走總要飛，告別不好做分離，不管有沒有機，給我體貼入微，但你手係啦，哇我見到有啲字喎，睇先，生命，咦？感謝生命中給我們幫助的人。感謝生命中給我們幫助的人，韓老師啱唔啱啊？啱咗喎！你有幾多個初中嘅同學、高中嘅同學，你嘅社長打氣好唔好啊？加油！加油！加油！唔知俾邊個嘅？咦，好似完成咗老師隊。咦，你睇下陳 Sir 嘅吹波嘅姿勢幾得意？哇，係咁樣嘅喎，咁樣嘅喎。Christmas is the time. Christmas is the time. Christmas is the time to love. Christmas is the time. Christmas is the time. Christmas is the time to love. Christmas is喺溝通電話之前咧，就係學習嘅能力，仲係學習嘅興趣，同埋你中唔中意學習。咁如果你捉到呢一樣嘢，其實無論個世界變成點，你就可以繼續啦。
是次啟動禮係以敲響銅鑼嘅方式進行，各位嘉賓會用錘仔敲擊鑼面，發出鏗鏘有力嘅聲響，以啟迪人心。強調價值觀教育如同鑼聲般需要持續敲響，警醒學子修身奮進，餘音繚繞，我校此志誨人不倦。開鑼儀式即將開始，大家係咪都準備好啦？就等我哋一齊倒數啦！3、2、1，開鑼就正式啟動，讓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向主禮嘉賓團致謝，並且祝願各項活動順利進行，大家盡興而歸。請各位嘉賓再次拍照留念。
環保系列服飾，即將登場嘅都係我哋 Form 1至 Form 3嘅學生，佢哋發揮咗無限嘅創意，配合咗唔同嘅環保物料製作而成嘅作品。我哋事不宜遲，開始今日嘅環保意識嘅 Fashion Show。問我歡